杜南投市教动局嘅用教务，才上涨业系起好咧。不过为咗学校嘅修长，还要会批开求6000份，所以新义乡新木村嘅村民喺前途根本已正式大热气哦。今日也强下班族来让了解性格开始。新义乡公所讲，虽然讲对村民爱在过去维持到唔判的，不过为咗安全嘅考量，还系会祝福佢哋。新义乡的石木村民望嘅动局为运球部总算起来地，也着村民早点熟点上新的对联，来容易打7、8个来款待亲戚朋友，大家对做地优雅动情的福嘅都同感恩。当欢喜咯，也有安尼按舒适的福，当欢喜安尼去到按舒适，安尼也体力又唔会坏啦吼，有一过山啊，带起来感觉老人家拢讲。像什么行地摆木安尼，像毛马有人炒，毛马有茶上安尼。呢度嘅庆祝衣服，也着村民期盼联下伴奏，可以190组来唱联下。南投市长同新义乡长未去参加，不过顺风嘅心情啥都冇平庸。往后有一些活动，还有一些这个欢迎他们入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，来欢迎他们，期待未来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新的社区里面更加的融入。他自家上厝感情也真好，而家都搬出嚟啲咧，心脏啊，一要說該緊張啦嗬，唔甘啦嗬。雖然日下石木村民唔是在嗰時候係個問題，不過長期關心菜地鄉親嘅議員表示。未來還有更多的事情是由政府部門來聽數。未來，咱的政府更加愛來注意，甲來間輔導，就是講就業的這個機會，甲講這個兒童就學的問題。甲批運局部雖然已經正式交付嘅，不過還有多位村民表示，也下係建公司期，還冇時間好整理。故所現時客廳底下係啲民眾還唔係一度，總共天貼嘅前運累路，將係大家前台嘅考慮，客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